間運送嘅過程咧，大家需要避開兩樣物件。我哋有啲黑色嘅一啲唔同元素嘅危害國家安全嘅內容。同樣地，亦都有我哋嘅雪糕筒，我哋需要咧針住繩嘅兩端，然後將我哋嘅國家安全嘅內容咧擺上繩上邊，我哋將佢平衡安全地運送。係啦，咁啊記住咯，今日我哋嘅挑戰咧都係希望團隊合作，組員之間互相協作。咁所以咧，大家亦都可以不斷有提一啲方法啦、建議啦，俾啲唔同嘅想法。咁所以你見到係嘛開始現場開始分裂啦，係嘛，即係分裂我哋嘅國家，係咪？所以你要再一次俾大家望見到係嘛，國家嘅強大好重要，國安法好重要。歷史背景的了解完之後，那接下來就今天的主角，然後接下來往後還有更高的這個內容，然後最後做一個總結，就跟他們講一下我們中國這個的發展。更加簡單，可能30分鐘也有。對，是的，因為殲20比較具有代表性，就跳到這一套過來。幾時開始咧？就係918事變嘅310開始啦，嗰陣時就揭開侵華序幕。跟住有776偷權事變嗰陣時就全面抗戰開始啦。咁關我哋香港同學事嘅幾時咧？就係好重要啦。41年嘅時候，呢個黑色聖誕節，我哋香港就淪陷咗喺日軍之手啦，成為3年8個月嘅開端。有槍，有得有槍，好。唯一一支槍已經有咗啦。究竟日軍侵華之前，英國曾經建立過咩防線？但係3日之後就失守啦。咁究竟係深圳河啊、醉酒灣、大欖涌定城河啊？所以咧，我咧就要準時返學，我要認真讀書。咁另外一個方向咧，就係一啲我想要嘅嘢啦，想靠近或者獲得一啲我想要嘅嘢，所以我哋努力咁樣跑嚟。例如係我好想要有多啲時間可以同我嘅朋友仔一齊玩，所以我哋要努力好快咁做晒我所有嘅功課，然後就可以同我嘅朋友一齊出去玩啦。咁所以我都要努力啦。咁呢個同我哋跟住落嚟嘅工作坊有啲咩關係咧？我哋睇一睇下一版。那我們這張工作紙上呢，會有個人層面，大家可以看一看個人層面和社會層面。如果有冇咗守護國家安全嘅話，喺個人層面入面，我哋會缺乏咗食物同埋冇咗經濟嘅來源。咁喺社會嘅層面方面，政治安全同埋科技發展都會下降。積極學習啊，去行動維護國家安全咧，就會科技同埋軍事會發展進步。而太空發展咧都有一啲進一步嘅發展，人民可以安心生活，同埋有安全嘅屋企。年嘅時候咧，就社會嘅運動咧，就令到呢件事咧好難進行。而正正就係因為我哋港區國安法實行咗之後咧，我哋順利地23條都正式刊憲。咁去到後期就係警務處成立咗呢個政策活動啦，就係去推廣多啲港區國安法嘅一啲活動。咁啊，以至去到呢個白皮書，頭先你哋喺下面都玩咗一啲活動啦。去到今日呢個咧，其實講今日。大家喺呢個元朗區大家都係一個未來嘅社會動力。大家就係今日就係舉辦呢個活動，去讓大家去了解更多，同埋去認識更多。咁啊，作為社會棟梁一份子，就將來為社會作出貢獻。最深印象係乜嘢？最深印象就係可以學到好多嘢，比平時學唔到嘅嘢。最深印象應該就係歷史啦。因為我哋嗰陣時就有啲遊戲玩啊，強姦犯、營救其他人，之後咁樣嘅營救係咪啊？跟住呢個就係除咗歷史事件嘅時間，跟住呢個就係穿越抗戰營救文化人士，躲避日本嘅鬼子。係。跟住呢個就係午飯嗰陣食飯。係。跟住咧就到呢個。
呢個咧就係我哋組員話今日咧好開心情。介紹下好嘛？最深刻嘅活動就係穿越抗戰嘅大營救，因為佢除咗可以玩之外咧，有一啲緊張嘅情節俾你選擇啦、搶答啦，我覺得好好玩。我對時間線嘅呢一個活動係最深刻嘅，因為其實時間線呢個活動，我哋係唔係出生喺嗰個嘅時代，但係我哋都可以透過時間線去概括咗我哋國家嘅發展啦、國家經歷嘅所有事情，所以覺得佢有意義。咁啊，更加重要啦，就係堅持住中央嘅政府個基本責任，特區政府係憲制責任，憲制意思即係點樣落實我哋嘅法律啦。我堅持住我哋一國兩制之下嘅我哋嘅國安法係嘛，整個重要性啊！我哋其實係嘛，針對特別針對少數係咪危害香港嘅安定繁榮嘅電訊啊，係嘛，我哋嘅危害香港安定繁榮嘅機構，其實最主要係維護我哋整體嘅安全，所以基本上係開放㗎。維護國家安全，你我有責。